粉丝说他的 Edge 浏览器啊，打开以后呢，就会出现这个好123啊，这样是很方便的，因为不用每一次都去打这个网址。但是他不喜欢，他想用那个必应，就是打开就是必应，而不是这个啊。我教你怎么去实现啊。首先打开这个浏览器，这 Edge 浏览器，点击这3个点儿，右边3个点儿，这儿有一个设置啊。设置啊，点击左侧有个启动主页和新建选显卡，然后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选打开新标签页啊，这个新标签页在这个位置选择这个啊，然后把那个必应的网站放到这儿就行，然后把这个网址删掉，粘贴，这个是必应的网址啊 cn.bing.com， 然后就 OK 了啊，然后把这关掉，重新打开，打开以后呢，它出现在这一个啊，你不用管，点这个主页啊，它自动就跳到必应上来了，明白？就这么简单啊，学会了吧？